国主，真是荒唐！不就是为了一个女人吗？竟然闹得如此不可收拾，还留下了艳词，传成笑柄。怪不得娥皇要生气呢。母后，儿臣会自行请罪。儿臣想请圣尊后出面，下赐谕，让儿臣纳佳敏为妃。哼，你要纳她为妃，除非娥皇同意，否则哀家是不会下这种口谕的。母后，你听着，佳敏太年轻，太任性，孩子气太重，这件事情以后再说。佳敏小姐，碧珠，你们怎么突然回来了？快去禀报夫人！是，夫人。碧珠，怎么就你们2个人？福管家付车资。佳敏，佳敏，怎么没听你说一声就突然回来了？哎，是不是在宫里闯祸，被人赶回来了？哎呀，你倒是说话呀！哎，碧珠，怎么就你们回来了？萨婆呢？奴婢已经托人通知了萨婆，她应该马上就到了。通知萨婆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夫人，萨婆回来了。让她到我屋里来。是。是奴婢有负夫人的托付，是奴婢对不起夫人。这丫头怎么惹出那么大的风波呢？国主迟迟没有动静，娘娘也气出病来了。夫人，现在该怎么办啊？还能怎么办？当然是以娘娘为主。真是气死我了！我真不该把她留在宫里。娘当初让你留在宫里是怎么跟你说的啊？娘娘心情不好，让你陪着姐姐，让她开开心。你倒好，惹出这样的风波，非但没让她开心，还把她气出病来。你让我怎么跟娘娘交代？你知道，你给娘出了多大的难题呀！我哪里知道她是国主？这一切都是阴差阳错。我要早知道她是国主，我是绝对不会这样的。娘，我开始真的不是故意的，不是故意的。不是故意的，你也伤了娘娘啊！原来他们俩是多恩爱、令人羡慕的一对儿，你弄出这种丑事，她能好受吗？娘，你去跟姐姐说说好话，只要她高抬贵手放我一马，一切不就丑事变成美事了吗？娘，好，我问你，国主对你是真心的，还是一时兴起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？夫人，这些都是国主写给小姐的词。夫人，是我萨婆。进来吧。夫人，奴婢看您迟迟没睡，特地给您煮了碗热粥，趁热喝吧。萨婆，以后佳敏该怎么办呢？这事儿啊，牵涉到她的私德，总得替她留点名声，以后才好嫁人呢。奴婢知道，奴婢已经吩咐碧珠那丫头了。如果事情还没有爆发，找个好人家把她嫁了也就算了。可如今她是国主的人了，怎么能不入宫呢？夫人，佳敏小姐入宫也得娘娘同意才行啊。是啊。哎，萨婆啊，你去准备一些补品，明天跟我进宫去探望娘娘。我得亲自跟她说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是我这个做娘的没有教好她。我要向她保证，今后绝不会再让佳敏再进宫了。是。娘，你要是不让我进宫，就帮我找个人嫁了算了。要不等我肚子大了，可就没人要了。佳敏，你在说什么呀？哎，佳敏，哎呀！
萨婆，你看怎么办呢？还没有出嫁的姑娘就把肚子给弄大了，我怎么对得起周家的列祖列宗啊？周家的脸面都被他给丢尽了。夫人，您先别急，明天早晨我们就进宫去求娘娘吧。国主只是在伤心的时候遇到了一个让他开心的人。国主见到嘉敏小姐，就像见到了当年的娘娘啊，所以她不由自主。当年的我，那么现在的我呢？我不再是我了吗？那我究竟失去了什么呢？除了青春的流逝，到底现在的我失去了什么？皇上驾到！让朕来。皇后，来，朕喂你吃药。皇上，臣妾侍候不了皇上了。你赶快把药吃了，病就会好的。先让臣妾说几句话。皇上，您是好丈夫，好皇帝，可臣妾对不住您，无法取代您心中的影子。皇上，臣妾没有怪您的意思，是臣妾做得不够好。臣妾一直记不了您的心，没弥补您的遗憾。皇后，这不是你的问题，是朕的问题。那是朕最初的激动，因为伤了身，所以痛；因为无法挽回，所以才永远不能忘。皇后，是朕忽略了后宫，是朕对不住你。你是朕的好皇后，你让朕永无后顾之忧。臣妾也感谢这一生与皇上相伴。你总是那么无怨无悔，像朕的自家亲人。是，我们相敬相爱，我们像亲人。可那不是臣妾想要的。我们不缠不腻，不像爱人。皇上，臣妾要和您缠在一起，腻在一起。臣妾不只要像您的亲人，臣妾要像您的爱人。皇上，你不要跑啊！来啊！看朕怎么抓住你！过来啊！别跑！来，臣妾听人说，男女在一起是甜蜜的，是会从心里发出笑来的。臣妾的姐妹常说，她们和丈夫在一起的趣事，臣妾听了好羡慕。常幻想臣妾也能和皇上这样。来，皇后，让朕来背你，啊，来。行吗？要抓稳啊！皇上，臣妾从来就没有享受过那滋味。皇后，你听话，赶快吃药。你吃了药就会好起来的，朕答应你。
以后会天天跟你腻在一起，就像他们一样。谢谢皇上。来，起来。来，把药吃了。娘娘，国主他已经答应陪您和2位皇子共进午膳了，全都准备好了。这么久以来，您终于有机会和国主相处了，娘娘，您一定要好好把握啊！是啊，2个孩子也好久没和我们在一起了。我真希望能够重拾夫妻感情，一家人好像以前一样。娘娘，今天您上了粉，气色看起来好多了。是吗？那有没有一点当年的影子？当然了，待会儿国主看了一定会吓一跳的。娘娘，其实裴公公说的那些话，他只是随便说说，他也只是在为国主找理由，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。其实想想，他也没说错。我是忽略了好多东西，像佳敏那样的年少纯真，怕再也找不回来了。娘娘，您不是常跟晴儿说吗？人呢，在每一个阶段都会有每个阶段不同的光彩。佳敏小姐虽有她的年少纯真，可是娘娘，您也有您的端庄持重啊，这也是她学不来的。娘娘，这些话您平常都教给晴儿，怎么到您自己这儿，您倒给忘了呢？你呀，没想到你还记得那么多。可能是最近发生了太多的事，整个人都变得没信心透了。娘娘，你可千万别这么想，不要怪晴儿多嘴。如果国主，她如果只是一个普通的人，我想，佳敏小姐也就不会喜欢她了。这个呀，恐怕连她自己都答不出来。我们不说那么多了，去接钟玉、仲轩吧。是。母后，母后，母后，钟玉、仲轩，母后啊，正要过去接你们呢。母后，您真的要带我们去湖边用膳？对呀，而且今天父皇和我们一起去，高不高兴？钟玉当然高兴了啊，钟玉高兴，那母后的仲轩高不高兴呢？也高兴。走了，走了，走。宝仪参见娘娘。啊，宝仪，娘娘今天这么一打扮起来，年轻了20岁，比娘娘家佳敏小姐还年轻呢。年轻20岁，那母后现在不就剩下9岁了？母后，我们走吧，我们应该去见父皇了。好了好了，仲轩，走。走喽，走。娘娘，国主也去吧，臣妾可不可以？你要想去就一起去吧，对吗？让宝仪跟我们一起去吧。走，谢谢娘娘。走，小心点啊。父皇，钟玉、仲轩，来，父皇给你们准备了玩具。仲轩，这个给你。钟玉，这水枪是给你的。父皇，我都已经长大了，早就不玩这些东西了。国主，您要准备这些东西，也应该问问小的呀。父皇母后讲话呢。这支笔是给你的，你要画画写字都可以，希望不会过时。何况我……谢谢国主。
国主，娘娘。拜见国主娘娘。臣妾准备了炭炉，这样我们可以一边赏风景，一边吃热食。还是宝仪想得周到。谢娘娘夸奖，臣妾也是想在外面多坐一会儿。宝仪，多谢你的用心。母后，我想去看鹅。仲轩，我们走吧。小心点小心一点。小兰，你去看看二位皇子。哎，仲轩，你看那里有鹅。母后，我们看见2只天鹅。快走，他们游去那边了。哎，2位皇子，你们小心点儿。这2只天鹅是从哪儿飞过来的？哦，回娘娘是从南边飞越万里来的。居然飞了这么远啊！是啊，他们本来还要飞到北方去呢。他们是一公一母吗？是啊，据说是因为一只受了伤落地，另外一只就飞下来陪伴，从此他们就在这儿住下了。前些时候才有人送进宫来的。没想到禽鸟也懂得人间至情。送天鹅的人说的可玄了，说这种天鹅鸟啊都11配1，一旦他跟哪只配了，他就永远认定那只是他的配偶。原来天鹅也会这么专情。比起来，朕还不如一只天鹅。小皇子落水了！仲轩，仲轩，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启禀国主，小皇子脉象平稳，除了体质较弱，气短阴虚，容易引起哮喘，其他一切正常。那就好。太医，你可有什么法子调整一下小皇子的体质？下官这就开处方。娘娘，您身体可有不适？没什么，可能是刚才跑的，一会儿就好。娥皇，朕看还是让太医帮你把把脉吧。朕看你的气色不太好。不用了，太医，你还是赶快开方子吧，本宫没事儿。是，娘娘。国主，这几天，臣妾想让仲轩留在身边，臣妾想好好照顾他。那是当然。宝仪，这几天就让仲轩留在柔仪殿吧。是，国主。见过宝仪。周夫人，我是黄宝仪。见过宝仪。老身正是要到柔仪殿去见娘娘。是吗？你先下去吧，我带他们过去。是。今天呢，仲轩发生了一点意外，不过现在已经没事了。但是娘娘担忧过度，身心交瘁，这不刚刚睡下。要不这样，我带你们到凤栖殿先行住下。有劳宝仪，请问仲轩发生了什么事？咱们边走边说吧。走。谢谢宝仪，幸好仲轩没事，真是菩萨保佑。是啊，这还好仲轩没事。夫人，这娘娘的身体可是大不如前了。我听说娘娘生病了。是啊，夫人，这说来说去都是佳敏惹的祸。她们是姐妹，你又是她们的亲娘，像我这么个外人也不好说什么。是，请问宝仪，娘娘究竟如何？听说吐了几次血。那太医怎么说？太医能说什么呀？娘娘本来就怕人知道，
怎么还会请太医呢？我这也是听宫女偷偷跟我说的。夫人，恕我说句不中听的话，这娘娘的病是谁害的？还不都是佳敏害的？她要是有良心呢，就不应该再进宫里来。娘娘的命都快保不住了，佳敏惹的祸也够大了。女儿，吃一点吧，啊！娘，我吃不下。娘娘，这是夫人特地从家里带来的补品，您多少吃一点吧。来，娘，我真的吃不下了，我晚一点再吃吧，谢谢你。为了佳敏的事，把自己弄成了这个样子，娘这心里啊，比谁都难受。娘，我没什么，我和佳敏是姐妹，她要真的喜欢国主，她就应该早些让我知道，我也好安排，也不会闹到现在这个局面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一切都是佳敏的错。我这个娘也没有教好她，我也有责任。娘，您别这么说。虽然这件事情让宫里上上下下的人都在笑话我，可是为了维护国主的威仪，我也不得不否认。不得不说，这是国主的游戏之作。娘，佳敏真的不能再入宫了。夫人，佳敏小姐说的话，要不要跟娘娘讲？佳敏说什么？娘，佳敏，佳敏她怀孕了。佳敏她跟国主都已经这样了，不要再说了，不要再说了。娘娘，您先不要太担心，也许佳敏小姐她只是随便说说的。娘娘，你不用担心，如果她真的有了，我会想办法让她打掉。不，那是皇家的血脉，怎么能说打掉？就是因为这个，娘才左右为难呐。娘，你想让佳敏入宫是不是？臣妾叩见母后。起来吧。娥皇，有什么事情你就直接说吧。臣妾请母后恩准，让国主纳佳敏为妃。佳敏？是国主要你来说的吧？不是，是臣妾看到国主真心喜欢佳敏，故臣妾做主，请母后恩准。赐座。是国主伤了你的心，娥皇，难得你这么识大体。佳敏是可爱，我也很喜欢她，不过她还小，怎么让她赓续春秋，繁衍子孙呢？请母后恩准，让佳敏入宫待年。
入宫待年。娥皇，难得你这么贤德大度，一心都为了维护国主，这点母后不是不知道。好吧，就让你们姐妹共同来服侍从家，这是她前世修来的福分。谢母后恩典。启禀国主，什么事？小的知道咬娘在哪儿了。她在哪儿？她在一个酒楼里。酒楼表演？想也是。我们去找她吧。不要啊，国主。她变了一个人。变了一个人。我们今天要来一点特别的。你何苦作践自己？钟鼓馔玉不足贵，但愿长醉不愿醒。咬娘赏脸，陪您喝一杯。咬娘，你太过分了。想不想跟我喝酒啊？谁出的银子多，咬娘就陪他喝酒。我说咬娘变了，您还不信？咬娘的舞蹈怎么可以这么廉价的被践踏呢？过去那个知行知义的咬娘早就已经不见了呀！国主，您千万别生气。
公子，我家小姐有请。这边请。江公子，我家小姐请你在这儿等她。有劳有劳。小姐，慢点儿，慢点儿，哎，小姐，你回去吧，啊！可是你喝醉了，小姐。我没关系的，走吧，小姐。小姐。药娘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来找我，不就是来找我过夜吗？哎呀，你看清楚我是谁？我怎么不知道你是谁？你追了我大半辈子，你不就是想娶我吗？药娘，别喝了，别喝了，药娘。你的花轿呢？喂，你搞什么？你要呛死我呀！这就是你现在过的日子啊？这才是属于我的日子，我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好，你先把脸擦干。你把自己灌醉，就能忘了国主来找过你？笑话，我喝酒是为我自己。再说，赶到风月楼来的人，就得当自己是客人。那到这儿来的人呢？朋友？那就全看我高兴了。这一次如果不留你，你就走了？我能不走吗？我又没把自己当客人。真难得，没当自己是客人，也没来闹场。哎，你学聪明了。为什么你总像个游魂似的，随时能出现，随时能消失？能当个游魂也不错啊，起码想见到你的时候很方便。你阴魂不散的，不是来娶我，那你来干什么？我可不像以前那么冲动了，我只是来看一个老朋友。你不想娶我了？我出家了。出家？你出家了？我看是在当替代僧吧，一定又是在骗吃骗喝。真的出家啦？出家你还到酒楼来？哼，一定是在耍花样。哎，幺娘，我真的没有，我没骗你，我是想看看你离宫后的生活过得好不好，所以我就过来看看。实际上，我一直待在你身边，只是你不知道而已。哎，你在宫里没听人提起过小长老？你就是小长老？嘿嘿，没错，我就是小长老。你真的变了。佛家讲无常，无常即是无往，变也是正常，不是吗？你也变了。变得好，我们终于可以心平气和地讲话了。阿弥陀佛。恭迎国后娘娘回銮，恭请娘娘圣安，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，千岁千岁千千岁。娘，进屋去说吧。小姐，娘娘这么高兴，肯定这次回家是来报喜的。
娘娘请。哦，娘娘进来还好吗？好。娘，是女儿亲口禀报圣尊后，请他同意纳佳敏为妃。女儿这次来就是带着圣尊后的口谕。圣尊后允许佳敏进宫待年了。他说等过2年，等佳敏17岁的时候就可以成婚。女儿，娘真是太高兴了，这都是你的大容大量，是你的周全和维护，才有今天的结果。否则，佳敏那么任性又不懂事，她年纪还那么小。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。佳敏不懂的，等入宫以后，我再慢慢教她。是啊，以后在宫里有你照应她，娘就放心了。女儿啊，你看你难得回来，娘希望啊，你能多待些日子，让娘好好给你补一补。你看，你这气色，娘看着心疼啊。谢谢娘。碧珠啊，你先出去一下。是。娘，娘娘带来圣尊后口谕，要你入宫待年。过去的事情啊，娘也不责备你了。总之呢，娘娘肯接纳你，还在太后面前替你说了情，这是最大的恩情。你要去向娘娘说一声谢谢，要为自己过去的行为道歉，懂吗？娘为了你这事儿烦了多少心，有些话能明说的娘都说了，可是有些话呀，还得顾着你的脾气。哎呀，娘，有什么话您就说吧。就怕跟你说了，你一发脾气，反而把事情给弄拧了。娘，我保证，我绝对不发脾气。有什么话您就说吧。佳敏啊，你要记住，一会儿去见了姐姐，千万不要说你没怀孕的事儿啊。为什么呀？哎呀，现在就是跟你说了，你也弄不明白，听娘的就是了，记住了。娘，好了，走吧。娘娘，夫人带着佳敏小姐来看您了。进来吧。是。走。娘娘。佳敏拜见娘娘，恭请娘娘圣安。佳敏，这又没有外人，何必行此大礼呢？快起来。佳敏过去言行都有冒犯，请娘娘恕罪，请娘娘原谅佳敏。佳敏真是越来越懂事了，快起来。哎呀，起来吧。娘娘，佳敏啊，知道自己过去的行为太任性了，她一直惦记着向娘娘请罪。还好是亲姐妹，有什么话总是好说的嘛。既然你自己都知道错了，我也不好再苛责什么。圣尊后已经答应你入宫待年了，可是你现在已经怀孕了，我看必须赶紧成亲才是啊。你怎么样啊？身子好不好？有没有害喜呀？启禀娘娘，怀孕的事啊，佳敏自己都糊里糊涂的，都这么大人了，成天的蹦蹦跳跳的，或许啊，早就流掉了。流掉了？你有没有觉得哪儿不舒服啊？怎么？有什么话，你们不能跟我说呀？姐姐，我是一时使性子，我没有怀孕。没有怀孕？哎呀，
女儿啊，是娘弄错了。娘回来以后才知道佳敏她是任性才说了气话。娘的心是娘希望她进宫，可我不知道这事儿怎么会变成这样啊！娘娘啊，佳敏她已经是国主的人了，她不进宫，她又能嫁给谁呢？你要体谅娘的心呐！所以你们就骗我。娘，我也是您的女儿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怎么还可以这么理直气壮地说什么都是为了你的女儿好呢？晴儿，我们走，好替娘解释，替娘解释啊！娥皇，娘娘，都是娘的错呀，娘是不得已呀。娥皇，娘错了。军爷，军爷，娥皇，启禀娘娘，宫中有急事参奏。娥皇，你不要。什么事？小皇子在佛堂玩耍，受到惊吓，一直昏迷多时。太医说情况不好，请娘娘速回宫啊！娥皇，娘知道佳敏的事是娘的错，是娘不好。你回宫以后要怎么处理，娘都不会再有意见的。夫人，您进去吧，放心吧。娥皇，你要坚强一些，你要保重你自己呀。娘娘，仲轩，娘娘，仲轩，娘娘，仲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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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怎么了？仲轩，太医，仲轩他怎么样？他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？娘娘，小皇子他原本就气短阴虚，胸闷湿寒。你不要跟我说这些，我只是问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。这个，娘娘，我儿子什么时候能醒过来？娘娘，除非华佗在世。什么华佗在世？仲轩不只是受到惊吓而已吗？他有什么病？他有什么病那么难治啊？娘娘，小皇子他闭气太久，已经伤到脑子，难以痊愈了。娘娘，娘娘，不可能！你胡说！你胡说！你骗我！你们都在骗我！你是朝廷医官，你有责任让我的儿子醒过来！你有责任让我的儿子醒过来！你有责任让我的儿子醒过来！让他醒过来！娥皇，你有责任！娥皇，朕不只传他一名医官，仲轩已经经过群医会诊了。我不信，仲轩是我怀胎10月所生，他是我的心肝宝贝，他不会就这么离开我的，他不会就这么离开我的。我要你救他，我要你救救他，我要你救救他。娘娘，你不救，你们不救，你们不救我救，你们不救我救！娘娘，仲轩，娘娘，仲轩，仲轩，你听到了吗？你听到娘在叫你吗？仲轩，你一定要醒过来，你不能就这么离开娘，娘不能就这么没有你，你听到了吗？娘娘，仲轩，娘娘，仲轩，娥皇，娘娘，仲轩，娥皇，娘娘，太医，快！怎么样，太医？娘娘不是忧心过度吗？国主，请下旨召集所有御医会诊吧。
你们都为娘娘诊过脉了，娘娘是不是真的病了？是，启禀国主，娘娘病得不轻，五脏六腑皆受损严重。说下去。是。从脉象上看，娘娘的病绝非始于今日。下官问过晴儿，晴儿也证实了这一点。娘娘在山上为国主采草药的时候，就淋过雨，回来就染上了风寒。之后又发生了佳敏小姐的事情，娘娘她心情一直郁闷，连续吐了好几次的血。可是娘娘不让晴儿去传太医，晴儿以为娘娘只是一时的生气，谁知道原来娘娘她早就病了。一定要救娘娘，就算要用天上的星星当药引，也一定办到。是。是朕忽略了娥皇，这好长一段时间，朕如果常去柔夷殿走动，娥皇怎会有病情延误的事？是朕的疏忽，是朕的不对。娥皇，朕在你身边，你知道吗？朕来了。朕知道你一定责怪朕，很久没来这里看你了，对不对？朕不会再跟你怄气了。让我们回到以前甜甜蜜蜜的生活，好不好？你一定要好起来。你一定要好起来。娥皇，你醒了，娥皇。晴儿，娘娘醒了。娥皇，娘娘，娘娘，你终于醒了。您知道吗？您把我们大家都吓坏了。还有国主，国主他好担心您，守了您一夜呀。娘娘，小皇子他闭气太久，已经伤到脑子，难以痊愈了。娥皇，娥皇，你要保重啊！是朕不好，朕太久没来看你，是朕疏忽你了，原谅朕。你要小心保重自己的身体，娥皇。娘娘，娘娘，国主他在问候您呢。娘娘，娥皇，对不起，都是朕的错。朕没有照顾好你，没有照顾好我们的儿子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
启禀皇上，皇后她要见你。皇后今日用药是否正常？皇后已经无法自行服药，改用施针了。快点，快点！皇上呢？皇上驾到！皇上，皇后，皇上，叫其他人退下。好，你们都退下。皇上，皇后，朕喂你吃药。皇上，臣妾还这么年轻，真是不甘心。不要胡说啊！你乖乖的吃药，会好起来的，要听话啊！皇上，臣妾还没有挨够，舍不得您呢。皇后，是朕不好。等你好起来之后，朕答应你，会好好的补偿你，好吗？有您这句话，臣妾可以瞑目了。皇上，你能再背我一次吗？什么？背我，像一般夫妻一样。好，朕背你。不过你得先坐起来啊！来，朕扶你，扶你坐起来，坐起来。你要坐稳呐，啊，要坐稳，要坐稳呐啊！朕要背你了，朕背你了啊！你的手抓稳，啊，皇后，小心点儿，手要抓稳，听到吗，皇后？要抓稳，来，朕背你，来，啊！皇后，皇后，皇后！死啊，皇后！死了！能死啊！朕下旨，朕要你活过来，你听到了没有？听到没有？你为什么不听朕的话了？啊，皇后，朕下旨要你活过来，你听到了没有，皇后？皇后，皇后，皇后，你不能死啊！皇后，朕要你活过来！公元963年，宋太祖乾德元年，王皇后薨逝。你为朕无怨无悔的付出，你是朕的好皇后。妇德、妇容、妇颜、妇功，你都是无可挑剔的。你是这么宽厚的一个女人，
就连朕不够爱你，你都说是你自己不好。你真的是令朕无地自容啊，皇后。朕这一辈子都欠你啊！娘娘，小皇子闭气太久，已经伤到脑子了，很难痊愈。我是一时使性子，我没有怀孕。是娘弄错了，是娘希望他进宫，可我不知道这事儿怎么会变成这样啊！娘娘，吃药了，您要吃药啊！您要是不吃药，病怎么会好呢？娘娘，您要吃药啊！娘娘，晴儿求求您，求求您吃药，您不要这样折磨自己好吗？娘娘，娘娘，晴儿求求您吃药啊！哎呀，我求求你，你别哭了。娘娘现在好像是要把自己隔开似的，就连我说话她都听不进去了。她不说话，也不张口，还不吃东西，真是让人担心死了。再这样下去，怎么会有命呢？行了，晴儿，现在不是你哭的时候啊。现在最重要的是让娘娘打开心门。娘娘是因为小皇子的事才会这样的。不光是小皇子的事儿，现在所有不愉快的事情都积到一起了。远的不说吧，就说我们回到润州，当娘娘知道佳敏小姐她根本就没有怀孕，完全是夫人用这话来蒙娘娘的，娘娘就气坏了。可是她又是她的亲生母亲，佳敏小姐又是她的小妹，娘娘心里这气呀，根本就没法跟外人说呀。你听清楚了吗？听清楚了。是佳敏小姐和夫人在欺骗娘娘。是。我就说嘛，这娘娘怎么会让佳敏这么快就进宫呢？这佳敏也够狠的，连自己的姐姐都欺骗。现在耀娘也走了，娘娘连一个说心里话的人都没有了。我实在是不想提咬娘，可是我知道咬娘在哪里。你知道？娘娘，娘娘，你看谁来了？娘娘，你抬头看一下，看谁来看你了？娘娘，娘娘，你看一眼啊！娘娘，是我，是瑶娘。你看清楚，是瑶娘回来了。娘娘，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？你看着我，我是你的好姐妹呀，娘娘。到底是谁让你变成这个样子的？你告诉我，瑶娘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的。娘娘，娘娘，你醒醒吧，娘娘。娘娘，是瑶娘啊，瑶娘她回来看你了。瑶娘，娘娘。小僧姜正叩见吾皇万岁万万岁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小僧听到噩耗时，为时已晚，
没赶得及回来奔丧，望皇上恕罪。因缘聚散，人生本是如此。你入佛门，定当更能体会。是。江南现在如何？自从铸铁钱失败以后，李煜在朝政上没有什么太大作为，不过在感情上倒是闹了一些风雨。感情？画堂南畔见，一向微人颤。奴为初来难，教君自忆怜。哎呀，人人都说李煜此人是最会写艳词的，如今一看，果然是名不虚传呐。这偷情都能写得这么曼妙生香，令人如历其境，大概也只有李煜才能做得到。这叫寡廉鲜耻，一国之主不知修德，怪不得唐公每况愈下，一代不如一代啊！恭请皇上圣安。平身吧。谢皇上。光一，你手上拿的什么？哦，皇上，这是李煜和他小姨妹偷情的名作。皇上，这李煜的词可让我们大伙都开了眼界了。皇上，李煜不是很爱他的妻子吗？竟然背着他的妻子干这种事情，真是荒淫无耻，不伦拜德。皇上，这李煜……够了！你们就会指责人家，你们自己呢？自己的德行有多高啊？你们当中谁敢自称自己的德行操守能超过李煜？善笑、诋毁、嘲讽，自己呢？自己做不到的事，你们有什么资格嘲笑人家？哼！江正大老远的回来一趟，就只带了这个回来吗？皇上请息怒，江正还带回了江南的军事部署图。朕今日召各位前来，就是要和大家商议一下，我大宋下一步该怎么走。你们大家都可以提出各自的看法。启禀皇上，李煜既然无心国事，那我们不如先灭了江南。皇上，臣有不同意见。臣以为，李煜是我上邦，恭顺有礼，伐兵灭他，师出无名啊，必会引起各邻邦的戒心。再有，臣听说蜀主孟昶残暴不仁，不如先伐蜀。先伐蜀？你不是说过蜀道难吗？是。我朝已夺得荆湖两地，大军可以溯江而上。现在情况已大有改变，要拿下蜀，并非不可为啊。不管是伐唐还是攻蜀，都不是纸上谈兵。朕一定要得到更确切的情报，才能做全盘的考虑。光义，皇上，你先暗中带人到蜀国各地去走一趟。这统一天下的下一步，就等光义回来再说吧。是。娥皇，我不会让你受任何委屈的，绝对不会的。李六，朕绝不许你辜负娥皇，朕不允许。